的大军已经过海洋山，在高山街砸下兄盘，离我白虎关只有20里。苏元帅，你千万要做我替得啊！杨宗兵，你我是至交好友，而且火测上关。假使当军也是攻破白虎关，敢讲青龙关也会当保得住身。搁再讲，前世的大军消灭这个代志是我苏宝洞应该爱做。龙主曾经也有讲过，只要我会当处得中原，伊就会封我为一日兵健王。哼，我也无想要放走天大的富贵啊！苏元帅，当年的大军有30万，我白虎关却只有10万的兵马，是要怎处胜呢？这你唔免担心啦，兵多却有一条的妙计。哦，道长，你有啥物妙计？紧讲啊！只要四丁山若死，不管你东野有30万的大军，就是100万雄师，也可以溃败而亡。啊，毋过目前领兵的是四人贵，四丁山想必困在汉江口的土路中啊。师兄，你的意思，安尼我明白啊。四林贵，因为伊四丁山离出来将伊喊的火修理，一时的气愤，才会将伊禁在迄个家路中。到底也是白囝连心。假使丁山若死，不但伊四林贵，就是连你东野人人拢会慌乱，军心溃败。到迄个时阵，杨宗兵，你10万的兵马就有法度击败30万的大军咯。哈哈哈哈哈！了解啊！师兄，汉江口已经被东军甲伊占领，咱是要安怎样才会当处理四丁山的性命？是啊，四丁山的武艺不凡，想要处理伊的性命，恐惊无遐简单哦。我看恁两个人头脑拢歹去啊！你敢袂记咱有一个部下王群，早行伫咧东营内底，咱可以利用王群这个人。要好老王爷有困难，收到夫人命令我来通报谢主的啊！到底是我生啥代志？回避是谢主，小人就是王琴，当年的回头军。敢讲我
有水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记讲。因为老王爷亲身去巡视白虎关，失足滑入白虎坑。啊！根本重要，无人有法度去叫我付税。因为白虎坑的四面拢总是石壁，深不见底，无人敢落去。我咧看，老王爷已经唔知去死到白虎坑中的。这，你给我带哦，门给我跑开，我这天要叫付税。东姐，什么代志？四顶山一坐船过江啊呢？什么？顶山敢毋是禁店的套路来的？哪会走出来？是啊，我嘛感觉真奇怪，毋知叫人偷偷去向巡抚探听，才知影讲四顶山伊要赶去白虎坑。白虎坑？白虎坑是在白虎内的。因还时常伫遐操练三军，啊！你顶山毋是顶你去送死？慢点！施主，是你。施主，听你讲你要去白虎坑，免你管。施主。虽然你对我无情无义，将我移出乡里，也毋过，你既然要经过这汉江关，我不得不爱考考你几句。白虎坑，你绝对袂用去。韩丽花，你既然向官导航，搁要经过这条路，我若要行100摆、1000摆，你也毋免甲我管。我嘛毋是这个意思。出去！白虎山中，有林中四周绝地四个峰，高壁露天全运动，有气无回。龙潭好戏的人，心无气，为了救父来不天地。左手相开无阻挡，扶着双命你吹难风。阮付税镇守啊！有怪像我对你无情哦！你毋知，毋通毋知好歹，我是爱你好。爱我好，哼！我看敢毋是哦，你是找机会在甲我讲的对。韩丽花，我四顶山一世人，袂阁带你做牵手。你要是去过你的阳愿，小鬼，顶山。是。谢谢叔，赶紧蹲下来，蹲下来。对了，到位未？到了。谢谢叔，这都是白虎来的白虎坑。老王爷，你看，对啥跑落去，跑这落去。富水，富水，现在都无回音嘞。
当亲家，亲不见底，你安尼大花，一个花花，甲你若后无声吼，老王爷也听袂着啦。我咧看吼，你也是紧落去甲看卖啊，紧落去啊！大万底亲家，你叫我落去，是要安怎落去咧？无衰。四姐主啊，要无我安尼来挂一挂树根啊，我甲你绑你身躯，我甲你推落去。安尼较紧。安尼吼。哇，我看安尼有啊！哇，这树根啊，迄边还佫真大个。来来，我甲你绑，我放你就放啊！好好，你莫向我打溜咧，我是会摔死哦。袂啦袂啦，你放心。好好，对对。放，过来，我甲你绑。放开来。过来，哎，你是安怎哪毋搁放我咧？徐庭生，你已经中计了。什么？我是安怎样中计？我甲你讲，互你死一个也较明白的。老王爷根本无看咧平好坑，这是天翻地裂的妙计。那你是干什？对唔对？徐庭生，你若是安尼死了后，苏元帅答应我要造营王子，封我为总兵了。我去，你这个臭死啊！你贴心贴心，我即马将这个树针啊，把你挂断，互你将咱都杀死。道长，你的苗家果然高明，四顶山已经死了。哦，杨将军，你所讲的意思是讲四顶山已经对咧白虎崖顶面跋对白虎坑落去？无毋对，苏元帅，只可惜你的得力手下王琦死在四顶山的暗器之下。王琴死，我感觉颠倒这是一件小可的代志。也四顶山是毋是有去摔死？这才值得咱担心的事。什么？为遐大个山崖会摔落去，敢讲摔落会袂死？四顶山，伊是凤凰山王敖老祖的徒弟，凭一身的武功，也毋捌断过敌手。当初汉的我将伊三擒三获，是占着天时地利之便。若是凭伊一身的轻功，大概只有杜一路才会当甲伊相比。所以，我也是认为，伊一定还阁活咧。恁哦，毋免着急。四顶山跋落去迄个白虎坑内面，迄个白虎坑是寸草不生，
领导用这个计谋的目的，唔是讲要四丁山杀死啊，目的是要点遐误事。苏万岁，道长，我经常在白虎内练兵，对遐个地势比较较熟。咱为何无要先设下埋伏，然后将四丁山的代志故意泄露，互当下人知影？四丁贵有志心切，必然会亲自去解救四丁山。到迄时阵，到迄个时阵，才将因一网打尽。当然无子嗣，也若安尼，大军伊就会溃败咯。妙计，妙计！王爷，你是安怎死？奇怪，我的表兄早就已经好啊，这当初唔知咋样，雄雄在痛听一下，敢讲是故乡要搁再复发死？一定是你伤忝啦。你明仔载就要去攻打白虎关啊！我实在真担心，万一你的旧病若搁复发，看迄个时阵要安怎就好？是我死前过，当年保住跨海战东，留下十大功劳，如今，唉。王爷，当年姓大的大公，虽无两天并了红，兵官半边虽连忙。诸葛一般是将长，冰山虽连好年，转来心魂不明。三环两处为虎兵，眼里大心难逃兵。冰山本是英雄将，救军为名扬，有切心讲话起。为父你病小孩一愿受这法，不尊良也少年气性，难容情。也不过大叫世态人性，也受金何以回声啊！
怎样？紧讲啊！连阮大哥嘛叫困伫白虎去。这个业主实在是太懵懂。王爷，你去想一个办法，通啊救定山啊！阿爹，你哪唔赶紧下令啦？白虎坑，这是幽怨练兵的所在，一定有真济人马埋伏伫咧。好，为着要救定山的性命，我亲自领动我营的勇将，冲上白虎坑。刚才是我石定山所行是作弊，按你我所讲的话，敢讲全部是真的？天啊！先生。